等待一档的活金港灯节，2022年活金港灯节总算伫咧1月22号准备要登场。去年因为疫情停办，今年准备要强势回归，邀请到70组的艺术团队，展出83组的艺术作品，成为历届上济。展期更是延长到拢总有38天，特别伫17号上午伫永春戏院来举办宣传记者会。今年活金港的这个灯节，伊是为2012年到即个已经10档啊吼，10档期间，咱已经创造了500万观光人次，500万观光人次，会当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讲咱全国1800万的人，已经来差不多将近要一半的人有来过咱咸水活金港看过灯节。所以这边咱特别用心，除了有5大艺术的这个灯区以外，咱嘛有70个团队来参加这个作品的展览，过来就是讲有83个作品，伫咱的活金港来演出，这个时间延长，作品增加，过来就是咱嘛有这边特殊的唯一一边的伫这个月津港的这个船上的这个光灯的这个演出，由我们李志清教授跟我们雷虎团队第一次用水上的这个灯节的方式来呈现我们月津港更不同的风貌。活动的当日由台南副市长赵清惠协同议员各贵宾做伙伫现场抢先来熟悉日本超行的艺术团队 Team Lab。透过活动时嘅导演艺术作品，和疫情之下无法度出国嘅大家，会当透过用无同嘅方式，甲世界继续做连接。我们在这次呢 Team Lab 展出的作品呢，是 Team Lab 彩绘水族馆与世界相连的版本，这是首度在台湾展出的作品。那在这次的作品里面呢，就是除了透过民众参观者他来到现场，把自己的创意或者是颜色画在我们不同的鱼类上面，透过扫描进入到就是我们的水族馆世界，变活生生的鱼。在这次最特殊的版本呢，就是我们与世界相连，所以呢，在每个不定时的时间内呢，我们会有国际有展出这个作品的就是鱼群游过来，那所以呢，我们常常可以在这个展区内看到呢，比如说来自东京的鱼群，或来自美国的鱼群。那当然呢，从台南月津港这边所有参观者画的鱼呢，也会游出世界，游到东京、美国各种不同有展出我们作品的地方。所以呢，在这次的展览里面呢，是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在疫情的状况下，我们希望透过艺术文化的交流，让世界看到台湾，台湾游出世界。这摆透过5大展区，甲规个盐水变成公益美术馆，欢迎有闲的民众会当伫1月22号到2月28号来到盐水体验。伫咧上严重的去年疫情过后，要送予民众的特别礼物 present。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